登报招聘20名车把式，一来可以证明货物的量大，二来可以证明这次运货的真实性。那我就从招聘之日起到出发，用上5天的时间。这保密可是关键啊！一旦登报，肯定会有车把式来的，你一定要做的跟真的一样啊！可是，万一这黑龙潭的眼线也来当车把式呢？来，哥，吐干净，吐干净，啊，起来，我说过，好死不如赖活着吧。不愧是警察局长啊！你提醒的对，万一黑龙潭的土匪来报名考车把式呢？我要是刘和尚，肯定派人来，这样一来就可以内外夹击呀。可是，我咋能认出来的人就是黑龙潭的土匪呀？这人嘛，都是一个鼻子俩眼睛的。哎，这关中，那可是800里秦川，尘土飞扬，1000万壮汉怒吼秦腔啊！可是黑龙潭的土匪是住在秦岭的山里头，那边可是山清水秀啊。关中来的人，那衣服和鞋袜上可都沾着尘土。而秦岭山的人鞋上沾的可都是青草啊！可是来的人要是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，闻呐！翠霞，彩霞，不哭，人活着都不容易。你以为我没想过死吗？可是，我觉得还是活着好。要是我早死了，咱俩就碰不到了。这叫千年修的同船渡。彩霞，你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刘和尚说到做到，绝不会强求你。你在黑龙潭住上一阵子，实在不愿意住了，我送你下山，咋样？让开！让开！让开！董大年出高价招聘车把式。掌柜的，你的意思是想吃这块肥肉？到嘴的肥肉哪有不吃的道理？不怕有诈吗？董大年竟然敢公开的招聘车把式！哎，胡子，你咋不问夫人去哪儿了？啊？小光辉跟夫人在一起，小光辉陪着夫人，我就能派人跟着董大年。哎呀，掌柜的，还是你高啊！你的意思是说，咱们也派个人到董家去当车把式，是吧？不管他董大年招聘车把式是真还是假，咱们的人都在董家。对着呢。
哎，这叫孙悟空钻进牛魔王的肚子里了。掌柜的，那你说派谁去合适？再没有人比宋三鞭更合适的。你想想，再烈的马，只要他抽三鞭，乖得像羊一样，让他明天就去西安，到董大年家报考车把式。我敢肯定，车把式的状元非他莫属。来，彩霞，下来。哎，走，咱看戏去。哎，狗娃，哎，你把马喂饱了，在这儿等着我们啊。好，走。哎，你就不怕被人认出来吗？这么大的西安城，谁认识谁呀？可你是土匪啊！土匪长了几只眼睛啊？一看我就是领着媳妇儿逛城的嘛！啊，走！哎呀！你看这黄小夫人，你或不生情一哭，心里满腹。哎，站住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找庞局长。找庞局长干啥？刘和尚。啥刘和尚？他是黑龙潭的土匪头。哎呦，快点进去！哎。啊，伙计，哎，这儿。彩霞不哭啊！啊，好了，不哭。你咋知道是刘和尚？这刘和尚他5年前绑过我的票，我家人用1根金条才换回我这条命。就算他化成灰，我都不会认错的。